嘉义县伫咧1937年设立的国家广播文物馆，是英国、日本政府咧做心理作战广播的所在。即马文物馆就展出迄当阵的设备，互民众会当来参观，认捌遮的历史。国家广播文物馆的导览人员详细说明水冷循环设备的功能。这套负责降低电波发射机的水冷设备，伫日本时代迄当阵是上好的科技。这届国家广播文物馆透过举办展览的方式，头摆开放予大家来参观。如果讲今仔上届先进的科技是这个台积电的2奈米吼，伫咧昭和15年的时阵呢，最先进的科技就是这个水冷气的这个系统，因为呢，咱这个真空管会发热让真空管可以冷却以后呢，它的讯息才发得出去。国家广播文物馆指出，2楼的电波发射机甲1楼的水冷循环设备，是迄当阵日本伫第2届世界大战时向中国东南亚放送消息的主要设备。这届展览就是要让民众知影日本时代在面向放送所扮演的重要角色。它是一个中波的发射机，这个中波发射机呢，跟这水冷却循环机组当年是一体的可以把讯号往这个东南亚、中国大陆发送那这个今天透过这个展览的话，我们可以认知了解到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个时代的任务。这些物件拢真正有够古董的，有够稀啊！你敢知影？这根本个找无当找到这种物件，所以我若有闲，我拢会做爱来这行行打打的。这届展览除了展出过去唔捌互人看到的水冷循环设备以外，阁有邀请导演用拍影片的方式访问以前伫遮工课的工作人员，希望把这历史记录落来，互来遮的人更较了解国家广播文物馆的故事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